我要去学校了，您把户口本给我吧。再让我想想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让妈好好想想不行吗？再想还是一条路。就是，自古华山一条道。您从早上4点就开始在这儿坐着。嗨，你给我闭嘴！您想出什么来了？真是的。要不妈跟你一起去吧？妈，您还是给我吧，顺道啊，我就把户口给注销了。没拿。妈，您多大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，连屋里的蚂蚁都知道户口本就在您身上。您骗谁呀？我丢了。妈，您丢了我也得走。您干什么呀您？嗨，那苏布啊，你就陪着二姐去一趟吧。知道啦。赵素棉家住这儿吗？哦，得，害怕你不去，来押送来了。请问这是赵素棉家吗？啊，是。我是县盐农场的具一喜，受赵宇初厂长的委托，来这儿办理赵素棉到我们农场插队的事儿。哎呀妈呀！我说的呢，这早上4点就想这事儿，咱们家素棉怎么着也不能去啊！真没想到，哎呀，你爸还惦记着你这事儿呢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你叫什么喜？叫具一喜。哦，快进屋坐。哎，进屋。哎呀，快坐。你坐。坐。你愣着干嘛？给倒水啊！哎，好嘞。我姑说了，说这个家里头要是第一个插队的，或者是子女少的，都可以返乡，也可以投亲靠友，只要这个县里的知青办呀给出个证明，证明素棉和我们家是亲戚，这就行了。学校他没有理由不同意，除非有别的政治原因。那我爸的事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你爸这事儿，我问过我们农场的保卫科长，他说啊，只要是没有红头文件，或者是证据定性，这些事儿都属于悬着呢。再说了，学校该不会知道吧？我说嘛，你看看你们平时老跟你爸过不去，就是不相信我。你妈没什么事儿，你看关键的时候还惦记着你妈。妈，都什么时候您还啰嗦，还不赶紧让我二姐去办手续？反正都是插队，学校多走一个也光荣，不会不同意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那我们去吧。好，拿着户口。哎，等一会儿，在院里别说啊，千万别说，要不那刘家听见了又搅和上了，我就害怕。对啊，知道了吗？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哎呦，八成啊，是学校派人来了。昨儿啊就来个老师，今儿一大早啊就派人来盯着他到学校办手续的。这回啊，我看他徐美荣还有什么能耐，让他孩子一个个的都给我插队去。听说呀，这插队够苦的。哎呀，这些女孩子也真够受的。你说你担心个什么劲儿啊？啊，他家倒霉，不正合你心意吗？你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大人们有矛盾，跟孩子们没关系啊。哎，那傻春呢？哎，这你可说着了。要是傻春啊去插队，全院的人啊没一个替他担心的。哼，有一年啊去他姥姥家干农活，一干就是1年。哎呦，哪有劲儿！妈，我走了。啊，走吧，夜长梦多，妈都怕了。逢年过节的，你得回家啊，看看妈来。妈，您看看您，好事您都哭，别哭了。二姐，看上傻老大了，让他早点回来。现在傻老大不在，都没人做饭了。
孩子妈现在还在洗衣服。是，傻大姐，快点回来，要不然我妈妈该累了。二娘，我想闹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，千万别，我可不愿意开闸啊！咱还是先走吧，要不然这车都窝了。对，快点走吧。走吧走吧，赶前不赶后啊！慢点，给妈写信啊！走吧。哎，素棉，我发现你们家里人叫你大姐，好像叫的都不太一样，有叫什么傻老大、傻春儿，还有叫那个什么两半截还是两截半的？两半截。两半截，而且都不避讳什么呀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没觉得我大姐有点那个吗？哪个呀？这么说吧，就是呢，干活呢特别的卖力，但是没有条理，反应呢有点迟钝，但是呢动作又挺快的，思维呢有点缺根弦，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呢特别的一根筋。说的太抽象了，能不能具体点儿？这么说吧，不呆不傻，愣头愣脑，平时呢看不出来，但是只要同时遇到两件事儿，马上就变得特别的木讷，就分不清轻重缓急了。你这么一说，这确实有点儿。你就说他偷我车里的东西，抢占我房子，又逼着我去他找吃的找穿的，这一般人是干不出来。反正你们家里人说话，这好多时候我都得去猜，这话里头啊都带着话，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都一样，不就成一个人了吗？就是因为不一样啊，这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，不是吗？真是有水平啊，有水平，不愧是名校的高材生。素棉啊，哎，快到了，醒醒啊！啊，素棉，前头就是农场了，有些话我还真得给你交代一下。我姑给你办这件事儿，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，啊，关系到她的政治前途，所以说有些事儿啊，咱还得必须按她说的去做，明白吗？行，那你说吧。就是到了农场以后啊，在别人面前啊，咱们俩就是表哥表妹，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给你添的那个亲戚关系，这点绝对不能变，绝对不能露馅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就是，你可不能去看你爸去啊，要不然不仅会影响我，更会影响你。啊，万一被专案组发现了，那我估计彻底完了，这农场你也待不下去。行，我能做到。你们看谁来了？好你个老赵！多大行了？上等美食谭家菜都赶不上你，动人拿走啊！把筷子拿下。怎么样？呀！我女儿子手艺不错吧？挺香。素棉来了。什么？爸，素棉被我弄到农场来了，她不用再去大西北了。真的呀？啊！这可真是大好事。同志们，战友们，
我可真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。过去啊，我一直低估了我这个女儿办事的能力啊。可是自从来到这穷山僻壤之后，她是每来一次都给我上一课。我教子为一经，育于先，光于后。惭愧，爸爸真是惭愧。爸，小学4年级，我竟然怀疑他的智商，就不让他念下去了。可是这么多年，经历过这么多事儿，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才发现呢，其实智商低下的是我呀。在我们家真正挑大梁的不是我，而是我这个闺女了。行，春儿啊，弟弟妹妹有了你这么个大姐，他们应该知足了。我替他们谢谢。哎，爸，你。